给我了。好，儿子，我知道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，我知道。来，还有谁要？包鸡啦，300嚟咯。你有我贵。我贵有蛋姐哦，都是该位。过来什么呀？宝宝鸡啦，还好现在300块。来5个也很简单，4只300块，大条一个。我都买啲嘢呢。法国怪我告诉你啦，4只300。哦，东西都卖你们便宜，要尽量卖快一点。来，多钱弄过来，有些往下挑了。我拿得起。我一份啊，弟弟。来。